哎呀，今天好华丽呀！是啊是啊，到底是将军府，怎么还没出来？夫君不要！今日是你我大婚之日，你不能走！这怎么回事？夫君的白月光要成婚，为了让他后悔，他在我们大婚之日抛下偌大的将军府和我，自请去边关驻守。请务必将这封信交到我夫君手里。是。连续2年，我写了99封家书，都没有得到任何回信。到了第3年，我不写了，可这时候他回来了。好啊，沈云柔，成婚3年，你从未来边疆找过我，你怀的是谁的野种？萧君子，你不对你的夫人好，总该有人对我好吧？贱人，我不过是离京3年，你就这般按耐不住寂寞是不是？还搞大了肚子？说，那奸夫是谁？君子，你别动月柔，她怀的是沈月柔，我在问你话。萧君子，你离家3年，就留下一个入不敷出的将军府给我，从此以后杳无音讯。根据我朝律法，男子无故离家1年便可和离。你我已不算是夫妻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好，这个贱人还敢狡辩！今日叫京城百姓看看，你沈月柔是不是荡妇？儿啊，你听娘句劝，赶紧放了月柔，娘都是为你好。她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多不得。沈月柔，你被夫怀孕，还蛊惑主母，害我娘一把年纪还为你开脱。今日我就按萧家家法处置你。君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会这样？月柔肚里的孩子若没了，我萧家满门抄斩，你不够交代的呀！放开我！哎呀，真惨！宋娉婷，你不是3年前就失踪了吗？如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好啊，原来你说你去边疆镇守，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。你真正想的是和这个女人做边疆夫妻。是又如何？事到如今，你这个荡妇还有脸质问我吗？沈月柔，真没想到你竟是如此放荡之人。那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必做些什么了。小哥哥，像这样不守妇道的贱人，就应该好好惩罚。各位父老乡亲，这是我夫人沈月柔。我去边关征战3年，她却在家中怀了他人野种。我就说，将军从未回过府，夫人是怎么有孕的？可夫人怀孕后，老夫人对她可是照顾有加。沈月柔，我念你守家3年，只要你自降为妾，将正室夫人的位置让给娉婷，我就在将军府给你留一席之地，否则现在就斩杀了你是贱妇！萧君子，因为你，我已经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如今你竟然还要我送你离京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太过分吗？沈月柔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些，记住，照看好我娘还有将军府。待我日后归来，我自会用军功庇护你娘，免受沈家凄凉。走。好。小姐，老夫人被沈家那个毒妇害死了。萧君子，当初是你说的，等你回来会借军功替我母亲讨回公道，我这才甘愿顶着整个京城的奚落，用嫁妆撑起将军府。可是
可是当我母亲被沈家那个毒妇折磨致死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你回来了吗？那是你娘命不好，撑不到本将军回来，这也能怪本将军。好，我不怪。那现在你故意把我拽到京都百姓面前，毁我名誉，逼我让位，难道这也不该被怪罪吗？那是你不守妇道，怀了别人孽种。就是，你怀了别人的孽种还这么嚣张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这脸皮是什么做的，怎么就这么……够了！月柔肚子的孩子是谁的，我比谁都清楚，他不是孽种。娘，这贱人这3年从未找过我，怎么可能会有我的孩子？这孩子名正言顺，你再多嘴一句，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孩子是谁呀？娘，你说什么？这贱人怀了别人的野种，你还替他说话，不认我这个儿子？住口！你敢再说一句野种，小家可就全完了。娘，那你告诉我，这野种的城府到底是谁？我就不信我萧君泽收拾不了他。小哥哥，你先别激动，伯母她定是被人哄骗了。这天底下哪有婆母纵容儿媳偷人的事啊？我可听说有人会用隐药来控制人听话。我看伯母最近面色憔悴，这该不会是……沈月柔，你找死！萧君泽，你身为人子，3年音讯全无，作为母亲怎能不担心？婆母的身体之所以这么憔悴，到底是因为谁？萧君泽，你心里难道没数吗？你这个毒妇，居然敢把脏水泼到君泽身上！哎呀，来人呐！太医，孩子万万不能有事啊！月柔，月柔，儿啊，你连娘的话也不听了吗？快请太医，不然全完了。伯母，我看您啊，还是被蒙蔽的太深了。这太医可都是侍奉宫里的贵妃，可轮不到这个荡妇。来人，保护好老夫人，莫让她受歹人蛊惑。放开我！萧君泽，我是你的母亲，你不知不孝，你动了月柔，更是害了萧家满门。放开我！萧君泽，你疯了吗？你们若是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放开我！我的孩子不是你说动就动得了的。沈月柔，你怀着个野种，你金贵什么呀？萧君泽，我告诉你，今日我的孩子若是有半点疑问，信不信你们萧家满门皆斩？沈月柔，你真是不知所谓！儿啊，你别说了，月柔说的没错，这孩子你动不得。够了，娘，你根本不知道我萧君泽此次立了多大的军功。圣上已下旨，召我入宫觐见，势必封为国公。萧哥哥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此事来我离京之前，圣上亲口许诺，板上钉钉。届时我就是1人之下，10000人之上。沈月柔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不管你腹中的孽种是谁的，我萧君泽想杀就杀。10000人之上，想杀就杀。萧君泽，你真的认为你的军功很了不起吗？今日你若是动了我的孩子，我必让你的军功烟消云散。不知所谓！我将军府出了这个荡妇，我萧君泽必将家法处置。别怪我不留情面，是你自己百般不愿打掉这个野种，那我就亲自动手。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处以鞭刑。沈月柔，你不守妇道，无害婆母，今日我便当着京城百姓的面打满你100下，
以儆效尤。好，打得好，就该打死这个荡妇！怀了别人的野种，还蛊惑婆婆，像她这种女人，也就是碰上萧将军大度，不然该进猪笼。进猪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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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猪笼。将军，夫人如今千金之体，您动不了她，收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藐视我萧君泽的君威。说吧，你是何人？我教训我夫人，与你何干？将军要想知道真相，不妨换个地方。我倒看看是什么人，敢觊觎本将军的女人，敢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？萧将军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，我们萧家全完了。带走。贱，这下可没人能救得了你。沈月柔，我以为你是勾引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一个见不得光的侍卫，你也敢背叛我？孩子，原谅娘亲，娘本不该当众说出你的身份，可此刻娘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萧君子，你立刻住手！我的孩子是……萧君子，你立刻住手！我的孩子是……贱人，还有98下。求你请太医保住我的孩子！现在才求情，晚了。萧哥哥，你看这个奸夫，他到现在都没有说出奸夫是谁。要我看呢，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觉得就应该好好的惩罚他。没错，沈月柔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荡妇，进猪笼都便宜你了。今日就拿你来杀鸡儆猴，我看日后哪个女子像你一样不守妇道。萧君子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必让你后悔终生，生不如死！贱人，就你也别让我后悔。就是啊，沈月柔，你明明怀着野种，居然还敢傻乎乎的在府里养胎，你还真是一点没把萧哥哥放在眼里呢。萧君子，你快放开我，孩子撑不住了！沈月柔，你胆子不是很大吗？都敢背叛，如今只是游街示众而已，你怕什么？萧君子，你听我说，你们萧家世代门将不容易，你难道要把这一切都毁于一旦吗？回我萧家，就凭你不自量力。萧哥哥，这个贱人让将军府遭受了这么大的耻辱，居然还厚着脸皮穿如此名贵的衣裳，这不是存心挑战萧家的门风吗？没错，你这个贱人根本不配穿我萧家的华服。不要！放开我！不要！没看出来这贱人这么风靡美艳呢。怀着孕都这么烧，难怪偷偷和奸夫乱来。这种女人就是贱。萧君子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萧家的妻子，可是你又干了什么？你让你的妻子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。萧哥哥，你可千万别心软，这种阴间成孕的女人根本没什么羞耻心，
你不用跟他讲这么多的。沈月柔啊，沈月柔，我倒要看，经过这一出，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当这个萧家主？你的位置注定是我的。萧君泽，你这么对我，孩子的伤腹地将你碎尸万段。哎呀，这女人还认不清楚现状呢。就是，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，还提奸夫，他有本事啊，叫奸夫出来护他呀。恐怕他的奸夫也是个不入流的废物，自身难保喽。沈月柔，你敢威胁我？没用的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能让本将军后悔。哼！这，活该！活该！弄死他！省着，让他给咱们京城抹黑。被他给丢光了。沈月柔，这就是你背叛我的下场。孩子，孩子，想保这个孽种，那就求求我，或许我会放过他。我求你，萧君泽，你让我当牛做马，让我做了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。那你就当着全场百姓的面说说，到底犯了什么错？说呀！还不说？我是罪人，我是盗妇，我让将军府蒙羞了，我不得好死。大声点！我是罪人，我是盗妇。我让将军府蒙羞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我该进猪笼。真是！哎呀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好，既然你知错就改，那本将军就饶你一命。只是这个孽种断不能留。不要！不过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本将军就会送他父亲和他团聚。皇上驾到！臣萧君泽参见陛下，不知陛下亲临，臣惶恐。参见皇上，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陛下为何不让我挺身？难道是我进京以后迟迟没有进宫面圣？陛下，臣未能第一时间入宫述职，是臣之罪过。但无奈家中发生要事，臣不得不归家处理。萧将军，将军夫人呢？啊！没想到这么快，皇上也知道将军府家宅不宁的事了。果然，沈月柔这个荡妇就是想害死将军府。不想此事竟还污了陛下圣听，但请陛下放心，臣已将荡妇处置，绝对不会让将军府和陛下蒙羞。萧哥哥，你这番话说的可太漂亮。那当然，我行事雷厉风行，为了陛下消除所有的非议。此番陛下怎能不龙颜大悦，奖赏于我呢？萧君泽，说谁是荡妇？还能有谁？自然是沈月柔那个荡妇。陛下可有其他吩咐？陛下放心，臣绝对不会偏私。那荡妇任由陛下处置。别说了，你这大佛，快别说了，陛下真会杀人。够了！陛下，实在是将军夫人不知羞耻，这才让萧哥哥坏了规矩。若皇上您要怪罪，也算上臣女吧。啊，娉婷，这怎么行呢？萧哥哥，既然你要娶我，我们便是夫妻，那我们夫妻之间荣辱与共是应该的。陛下，臣家中除了沈月柔这个荡妇，
实在不配做将军府的主母。臣与嫔嫔两情相悦，请皇上赐婚。完了，陛下这副模样，他真是怒到了极点。萧将军，现如今陛下只想知道将军夫人的下落呀。回禀陛下，那荡妇在此。这月柔，皇上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都愣着干什么？速叫太医，给皇后和太子医治。皇后，谁是皇后？皇后，谁是皇后啊？沈月柔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温太医，朕的皇后怎么样了？陛下勿急，老臣马上号脉。叔好，叔好！回陛下，皇后娘娘还有救，只不过她伤势太重，得亏皇后娘娘这几个月进补得好，否则她撑不到您来了。那孩子呢？孩子呢？什么？你孩子呢？陛下，小太子恐怕没命了。陛下节哀，陛下节哀。你们做的好事。陛下节哀，保重龙体。陛下保重。这孩子是太子啊，是月柔，他没有乱说。怎么可能啊！陛下，当务之急是将娘娘送回宫中医治，不然性命不保啊！回宫。陛下。萧君泽，最好妻的皇后为师，否则你一家满门，够朕杀的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怎么会和沈月柔搞在一起啊？沈月柔这个贱人，都怪你没把话说清楚。皇上，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，都是那个沈月柔，她迟迟不肯说出实情，不然我们怎么可能那么对她？伤害皇后的人都给我拖下去，后皇后发落。陛下，臣好歹为江山立下汗马功劳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不错，陛下，当初可是您亲口答应萧哥哥，一定封他为国公的。如今有功不赏，还要让功臣入狱，必将影响国之根本。你们谋害了陛下唯一的子嗣，何尝不是动摇国本？来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凭什么？我不甘心！我明明马上就可以嫁进将军府，享受荣华富贵了，你凭什么抓我？拖下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伤势十分严重，恐怕半年都下不了床。混账！朕派去保护的人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，罪臣萧君泽和宋娉婷在地牢吵着要见您，他们说他们是冤枉的。冤枉！皇后的伤难道不是他们做的？朕的太子难道不是他们杀的？来人，
陛下，这便是今日萧君泽进城之后发生所有的事。萧君泽、宋平平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萧君泽、宋平平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好大的胆子！皇后都说了，肚子里的孩子他们惹不起。这两人倒好，他们居然还敢嚣张凌辱皇后，以致太子夭折。事后居然还敢说自己无辜。陛下，保重龙体呀，莫要被奸人气坏了龙体呀！你刚才说他们在牢中喊冤，竟然他们还有力气吵，那就先赏他们鞭刑，让他们尝一尝后受过的苦。遵旨。娘娘您醒了，奴婢这就去告诉皇上。月柔，身子可好些了？皇上，月柔，皇上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月柔，此次是朕没有保护好你，凡是伤害过你和孩子的人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萧君泽，明明从一开始，我嫁进你们将军府就是场骗局。如今我好不容易另寻出路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月柔，说吧，别把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，有什么都和朕说。皇上，萧君泽和宋娉婷为了刁难我，不惜将萧老夫人关押。原本我想保住太子的性命，更不想在大庭广众下说开，可是他们居然当众侮辱皇嗣，说是野种。朕知道你的委屈，朕都知道。朕怕了许久才盼到这个皇嗣，他一夜信誓旦旦的这是个皇子，是可以继承江山社稷的太子。小君子，这歹人罪该万死。月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和孩子讨回公道。如今这些人已被关押在牢中，怎么处置都随你。陛下，请准许臣妾再见萧君泽一面。有些事情我还是想当面问清楚。可是你的身子，陛下，臣妾求你了，可好？若是此事不问清楚，臣妾恐怕心中一直都有心结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萧君泽，你可知罪？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这样看着我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不就是你当初看待我的眼神吗？怎么，现在轮到你生杀予夺，任人宰割，你便忍不了了？贱人，这个贱人还敢嘲讽我，你知不知道你害得我有多惨？我害你？我是罪人，我是刀妇，我让将军府蒙羞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我该见猪笼。早就该好，既然你知错就改，那本将军就饶你一命。只是这个孽种断不能留。不过你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本将军就会送他父亲和他团聚。萧君子，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有脸说是我害你？
当日在将军府前，你若是听我跟你娘的半句话，你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。沈月柔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要不是你好命勾搭上皇上，要不然今天就是你跟你的野种一起埋在乱葬岗。好命吗？你萧君泽又怎会知道我的苦楚？我一个闺阁女子，若不是到万不得已，又怎会做出越矩之事？你不过是生性淫荡，又给自己找什么借口？沈月柔，你敢打我！你口口声声说我是荡妇，那今天我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，我让你知道你究竟错的有多离谱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他是？怎么不认识他？她是我的庶妹，也是本该嫁进将军府的人。不可能！我和你素有婚约，明媒正娶，与他何干？说，把真相都说出来。快说呀！是这样的，小将军，因为你们将军府早已没落，一腔深情又都给了宋娉婷。哦，对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直跟我说看不上你，宁愿嫁去王府做妾，也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闭嘴！这件事儿跟娉婷有何关系？休要一派胡言，转移话题。总之，我实在是不想嫁进你们这个没落的将军府过苦日子，所以就和娘去父亲面前哀求，把姐姐推出来和你联姻。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和你有娃娃亲。萧君子，现在你知道了，从头到尾我嫁进你们将军府就是一场骗局。我跟你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婚约，我也不欠你什么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若是这样，你为何要嫁给我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的父亲独宠他的母亲，让我的母亲过得生不如死。我不过是想改变我母亲的命运，才不得不对你百般容忍，害得我成为了全京城的笑柄。可是我这么相信你的承诺，苦苦等了你2年，你都杳无音讯。我给你写的99封家书都石沉大海，最终我的母亲在冬天被活活冻死，而你却在边疆跟宋娉婷寻欢作乐。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或许其他人有资格指责我是一个不守妇道的人，但是你没有这个资格。告诉他，我母亲是怎么死的。那是我娘苛待你娘，不让下人送炭火，你娘不得不用厨房生火用的烈炭，便有了咳疾。当时天寒地冻，你娘要么冷死，要么得病而死，你娘没得选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娘下葬时，是我和娘去跟父亲说，你娘身份低微，不配入沈家族谱，更不配入沈家墓。父亲当时还顾及萧将军，但是萧将军久久未归，所以……别说了！就算是这样，就算是我有负于你，你也不能不守妇道，勾引皇上。勾搭！当时萧老夫人还一心挂念着你萧君泽，说我娘师生晦气，说什么都不允我进门，我被逼着只能上山求福。偶遇了陛下，那一次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
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佛祖在上，信女沈月柔只求佛祖怜悯，能赐我母亲一处容身之所，入土为安。你救我！朕乃九五之尊，当今圣上，今日遭刺客暗算，多亏有你。你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民女沈月柔愿用自己的救驾之功来换得母亲应得的公道。沈月柔，朕给你个机会，要不要跟朕？萧君泽心愿奉平亭，甚至为他去边疆。我在将军府已经没有立足之地，仅如此，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搏一搏呢？那时我十分相信，这机会就是神佛赐予我的，我抓住了。恭喜陛下，娘娘已有身孕。朕登基10几年，却无子嗣，她只是一母，便很上了。恭喜陛下，正是如此。娘娘是天生的好运体质，正合陛下。好，好啊！月柔，你为朕的江山立下大功，朕也封你为后。你想要什么，朕便给你什么。陛下，臣妾还是按之前说的，臣妾只想让母亲入土为安，想让父亲、姨娘、庶妹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朕答应你。有了陛下的帮助，我让他们一家家破人亡，而这一切都是我博来的。若是说命和，只有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只有他的到来，才能让我一步登天。但是你回来了，你毁了这一切。小君子，事到如今，你对我难道没有半分愧疚吗？我或许确实让你受了委屈，但夫为妻纲，你为我受委屈，那是天经地义。我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何须愧疚？你羞辱我，让我守了3年活寡，归来就要休了我，还杀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这桩桩件件，居然说何须愧疚？沈月柔，我说了，夫为妻纲，你为我受委屈那是应该的。对，当初若非你从头作梗，嫁给了我，我娶的就应该是娉婷。明明是你拆散了我和娉婷，你还有脸说我拆散你们？你难道没有听到刚才沈砚秋的话吗？当初的宋娉婷根本就瞧不上你，若不是看在你要去边疆立功，眼看你升迁有望，你觉得他会高看你一眼吗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你的庶妹串通，给我下炮？
娉婷是什么人，什么性格，我最了解。是吗？沈月柔，想做什么？哼，当然是让你看一出好戏。沈月柔，你凭什么这么看着我？真是好默契的一对狗男女，连开口的话都一模一样。凭什么？就凭我是皇后，而你不过是杀害太子的罪人。什么狗屁皇后！你这个贱人，不过就是侥幸爬上了龙床，不然就凭你这个荡妇，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？那也是我的本事啊！你若是有能耐，你怎么不爬上龙床？沈月柔，你别以为你在这炫耀你就赢了。你的夫君萧君泽曾经不也是对你呵护有加吗？可是现在呢，他还不是我脚底下的一条狗？所以呢？所以萧君泽是真的，皇上以后也会这样对你，我会做得比你更好，让皇上把这3000宠爱都给我，而不是像你一样做个废物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。宋娉婷，做人要学会知足。有这么一个少年将军喜欢你，你还不满足，还妄想勾引皇上。沈月柔，你现在是皇后，自然可以不痛不痒地跟我说这些话。那萧君泽说好听点是少年将军，其实还不是吃着老本，靠着父辈的功绩才走到今天。就连他在战场上的军功，不还是靠着将士们奋勇杀敌得来的？就凭他这样的男人，他凭什么征服我？若我要是有你的机会，别说将军，就连皇后之位也都是我的。是吗？所以想要勾引皇上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沈月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萧君泽呢？萧君泽呢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我劝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据本宫所知，陛下此次震怒，所有伤害过我和我孩子的人都得死。沈月柔，不是我，杀死你孩子的人不是我，是萧君泽，你找他就好了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娘娘还没开口呢，谁让你动的？你的意思是让我放了？凭什么？沈月柔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杀死你孩子的人不是我，是萧君泽，你为什么非要追着我不放呢？大不了我配合你，我们一起陪皇上睡，我帮你争宠总行了吧？宋娉婷啊，宋娉婷，你真的是又蠢又漂亮，我真没想到这种事情也能被你拿出来当做筹码。你不会觉得我把丈夫让给你，我还得谢谢你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你若是想活命的话，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。本宫问你，这2年萧君泽可有给你写过信？写过。那他可有给将军府写？没有。宋娉婷，你是把本宫当做傻子吗？虽然他萧君泽不顾我，但是他的母亲还在。他既然能给你写信，难道他就不会给他的母亲写信吗？你再不说实话，知道下周。是写过，每月1封。可是我1封信都没有收到过。还有，我写给他这么多信，他可是1封回信都没有。有，都通通被我给拦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
我们之间的信线都被你给扣下了，切断了我们之间所有的联系。你让萧君泽觉得我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，2年1封信都没有给他写过。对，是你挑起了萧君泽对我的怒火，这才让他一回来就不顾一切的凌辱我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。要是萧君泽他真的喜欢你，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我给骗到？说到底，这一切还是怪他自己。萧将军，你听见了吗？事到如今，你的宋平亭还在往你身上泼脏水，推卸责任，这就是你深爱的女人。现在满意了吗？沈月柔，你在说什么？小哥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将你当成掌上明珠，你说你在王府饱受折磨，我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抽身，不惜赶到苦寒边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倒好，竟然把我当成替罪羊。萧君泽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他根本就看不上你，更看不上你的将军府，是你偏不信。宋娉婷，既然如此，你何必吊着我？不是这样的，给萧将军解开。不行，坏人，我杀了你！这场狗咬狗的戏码，本宫也是等了许久。原来如此，杀了你！娘娘一直不去处理这2人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出戏。当然，那多没意思呀，这样才够有趣。其实今日本宫故意让你们相见，不过就是为了让你们死个明白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？是本宫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本宫说，你们任何一个人，本宫都不会放过。沈月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就是沈月柔，我们2个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能宽宏大度点放过我们吗？宽宏大度？你让我对你们宽宏大度，那谁对本宫肚子里的孩子宽宏大度？娘娘，萧老夫人求见。姑娘来救我了！姑娘来救我了！沈月柔，就算我们误杀你的孩子，但我娘这么多年对你照顾有加，也有苦劳，你不能不顾。让老夫人进来，正好见他儿子最后一面。你吓唬我！你不可能当着我娘的面这样乱来。就是，就算你是皇后娘娘，你也不能违背伦理纲常。臣父萧秦氏参见皇后娘娘。赐座。谢皇后娘娘。老夫人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娘，别扯这些虚理，快救我！臣父今日进宫，只求娘娘一件事。听说将军府中有一块先帝赐的免死金牌，供在宗祠中。若是萧老夫人拿出这个，或许本宫也无可奈何。娘，别怕他，免死金牌是先帝所赐，他不敢乱来。闭嘴！沈月柔，别得意，待我娘拿出免死金牌，看你又能如何？萧哥哥，你也救救我！我以后当牛做马报答你好不好？皇后娘娘误会了，臣父此来并非求情，家中逆子犯下滔天大罪，臣父只求皇上、皇后娘娘不要顾及将军府的颜面和功勋，有手下留情。娘，你说什么？萧老夫，此话可当真？当真。娘，你别开玩笑，快把免死金牌拿出来！就是啊，嬷嬷，你怎么可能不救君泽呢？娘的手都被你的人打断了，你让我怎么拿？小君泽，
我是你的母亲，你不知不孝，你动了月柔，更是害了萧家满门！放开，放开！放开！原来如此，也是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娘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只不过是被伤透了心罢了。儿啊，你知道，太医说娘的胳膊已经伤及了根本，以后娘的身子会日渐消瘦。孩儿知道错了，孩儿以为你被他人蛊惑，我真的不是有心想伤你的。所以你不听娘的警告，执意对皇后娘娘出手，你以为娘伤心的是你的人打了我吗？错了，娘真正伤心的是你固执己见，刚愎自用，连累了你父亲留下的这侯门教辅，更让你父亲的名声身败名裂。你让娘以后在九泉之下，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？不是，我是为了重振将军府的威名，我没错。重振将军府，萧君泽，你好大的口气！现在都要仔细看看，娘这些天过的是什么日子。娘娘，这并非我们所做，但当日之事，全京城的百姓都看到了，谁都知道将军府要完了。也是，落井下石乃是人之常情，真是难为萧老夫人，要替萧君泽承受萧家所有人的怒火。你真明白娘有多痛了吗？你倒好，一见面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，只想着让娘救你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我到底做了什么？伯母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就算君泽他什么都不是，他也是你怀胎十月所生，你不能不管不顾啊！伯母，萧老夫人，你莫要伤心。至于这个畜生，本公司会帮你处置。多谢皇后娘，臣妇告辞。啊，娘，等等，你就救孩儿这一次吧。萧君泽，萧老夫人刚才把话说的这么明白，你到底是有多大的脸，居然还在哀求？闭嘴！娘，我可是独子啊，将军府的独子啊！你真的不救我吗？就当我没生过你这孽子！娘！打断他的腿！沈月柔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把他们两个押回大牢，明日流放至岭南。什么？流放？还是岭南？那可是瘴气密布、毒虫满地的死地啊！我不去！沈月柔，你这个贱人，你还不如直接杀了我！杀了我，那岂不是便宜你？岭南多瘴气毒虫，等你们到了那里之后，便可好好享受。我不去，头都乏了，扶我回去休息。不要！恭喜陛下，娘娘又有喜了。好啊，不愧是朕的好皇后。月柔，你放心，这个孩子，朕绝对不会让他出半点意外。臣妾相信陛下。朕还要去上早朝。月柔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提，朕无有不允。臣妾谢过陛下。皇后娘娘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宋娉婷和萧君泽已在前日抵达岭南，但宋娉婷在途中生了病，恐怕撑不了几天。萧君泽呢？那萧君泽好歹是从军之人，流放对他来说还能承受住。只是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的人刻意将他放到岭南一部族。听说那里人就喜欢健硕男子做滋补，对他们的蛊虫也大有注意。这么说来，此刻萧君泽已经死在手上。萧君泽
这份凄苦滋味，希望你好好品味。恭喜陛下，娘娘诞下了一个小皇子。老奴恭喜陛下。快，传朕旨意，太子降商，大赦天下。遵旨。罪臣萧君泽拜见皇后娘娘，承蒙皇后娘娘开恩，让罪人回京。你错了，大赦天下是陛下的意思，本宫并没有让你归京之意，你还是回你的将军府吧。娘娘，看在以前，娘娘，不管怎么样，求你给罪臣一笔银子，否则罪臣无法支撑将军府的债务，那些债主会让臣撕碎的。萧君子，你话太多了，退下，退。臣明白了，臣遵旨。娘娘，萧老夫人似乎是彻底对萧君泽死了心，她直接回了娘家颐养天年。如今偌大的将军府只剩萧君泽一个人，他已经被接连催债，身子都打坏了。萧君泽完了，以后关于他的事情不用再关注了。是，娘娘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在岭南有位将军的故事，将他请回京和将军团聚。这对狗男女就该锁死在一起。